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4月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前行政院长赖清德30号伫咧台湾文学馆举办签册会，会中除了向广大支持者表达感谢以外，也对着这届参选民进党初选，希望家己所讲的每一句话、甲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拢是会替民进党加分，也为台湾的民主历史来建立典范。前行政院长赖清德30号转来到台南举办签书会，活动当天，赖清德一礼拜到会场，就受到乡亲热情的掌声欢迎。不时听到有人喊着选总统的声音，热情的程度看得出伊的超悬人气。在民进党遭遇空前困境的时候，加上台湾的处境是如此的艰难，我应该要勇敢承担。也有一回，台南一位非常出名的企业家，他是台商，在中国的事业也做非常非常大。他有一次机会，把握难得的机会。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他跟我特别提到，他说基于对土地的使命，我应该要出来承担。赖清德表示，真侪民众烦恼民进党若是输去2020年总统甲立委的席次，如此不只是输掉政权尔，这也为台湾民主甲主权再来挑战。台湾的局势又是相较以往是更加的严峻，基层还有许许多多社会大众都担心，2020年如果民进党输掉总统，立法委员选举席次又大幅度的降低，那这样民进党输掉的不是只有政权，恐怕也会连带的带给台湾的民主跟主权挑战。更让我们担心的是。国民党在面对习5点已经开启统一台湾的进程的时候，并没有提出特别有效的方法，反而是提出和平协议，所以这更加深了基层的焦虑，所以我愿意出来争取国人的支持，接棒承担台湾的责任。赖清德强调，伊要拍一场典范级的民进党总统初选，这期间要求派系收兵。组织无动员，避免党内因为初选造成分裂。伊要用一场君子之争来为民进党加分。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着让民众会当就近伫咧公所申请土地成本等地政的服务，加深民众伫咧市府甲公所两边走动的时间。上午市长黄伟哲选定安平区公所，正式向市民来宣传。日后，台南市全市37区的公所拢会设立地政工作站服务，甚至日后阁要整合地政、区政甲户政，只要一个窗口的服务。来自大台南各区公所的区长以及伫不动产交易、代销等工会代表支持，上午市长黄伟哲甲地政局长陈淑美等贵宾亲自将地政工作站设立伫公所服务启动，场面相当盛大热烈。当然，市府大动作动员，就是为了宣传告示民众若需要申请土地填本、地籍图等相关地政业务，都会当就近到各区公所的地政工作站办理，免加走一转市政府。特别对着偏乡的区域甲中部来讲，真正加足方便。今天是我们
地震小儿能工作站的启用典礼。那最主要是台南市政府的地震局协商台南市各个区的区公所跟我们一起合作，那成立地震小儿能工作站，让民众可以就近到区公所就可以申请登记簿誊本。那么让民众可以在申请灾损或是申请相关补贴的时候，可以就近到区公所就可以取得誊本。那可以说是区公所跟地震事务所密切的合作，为民服务无所不在。会中市长吴伟条经进一步希望日后地震、区震、甲户震等服务买当一条龙，就参照现在便利商店的多元服务甲方便性共款。这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革新，也是一个便民的措施。那如何将来我们下一步能够把户政、地震跟一般区的行政能够做得更紧密的结合？以后我们大家去区公所有时候能够一站办理，一个窗口办理，一个柜台办理，那是未来的这个目标。但是现在非常感谢透过一方面透过各位区长大家的努力的配合，一方面也透过地震局来提供技术上的一个协助跟协调，让市府的简政便民的这个措施能进一步得到落实。虽然地震局已经正式启动地震工作站，不过全市37区目前有28区配合，其他9个区域有的卡伫公所边啊，就是地震事务所，所以也需要协调，希望跨机关合作，真正让民众有感。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就因为市府连续3档房屋税起到81%。议会坐处控证以后，嘛决定要对明年才开始降税。对此，徛伫咧体贴民众缴税困难，议员王家珍伫咧财税局的工作报告当中，强烈替欠税民众请命，争取到滞纳金减免，甚至是免处理。另外，议员蔡耀辉也质疑不动产评价委员会的委员资格已经是变作一言堂。所以，伊将会号召不满的民众和防山军再次来抗议。根据市府统计，107年前起进前欠税有61547件，108年到1月底查止，年度欠税有12320件。对此，市府财税局正积极办理欠税罚款，并且移送强制执行。不过，议员王家珍表示，3档来房屋税因为起价81%，所以真侪民众不满也好，真正有困难超过时间缴也好。伊强烈质疑，乃政府欠人民工田款一拖遐久都无代志，只要民众一万缴就是处罚，所以积极争取滞纳金减免，甚至卖处理。这些税单未缴纳的房屋税税单，有绝大多数，我相信都是有所不便，或者对我们政府连着几年的暴涨房屋税极大的不满，产生了一些意见。那我想请教一下，滞纳金部分，我们能不能够这几年房屋税不能减免？可是滞纳金不罚。做报告，税捐这个事情是公法上的一个义务的规定啊。那您刚刚说的政府跟民间的一些工程采购，那个是民法上的契约哦。所以公法什么法也都是你们在说的啊。如果照人民讲的话，你没有帮我好好做事，我干嘛要给你那么多税金呢？除了王议员不满情绪，另外议员蔡耀辉也强烈质疑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委员名单甲资格拢无专业甲公正性，认为拢无采纳议会决议，甚至怀疑市府唔敢公布当天的会议记录，扬言收到税单以后，将号召防山军再起。当初在议会所说的承诺，动产，即摆来明年开始共年欢喜甲讲，拢甲百姓讲无要去啊，靠有影啦。所以当然要起81%，新厝起92%，比别县市起较济咧。你敢拢唔讲？你敢拢唔讲是咯？你敢唔讲新厝拢起比人较济？当然你要选举，你唔敢讲嘛吼。我就讲唔知，我用这理由要来抗议，我就招这咧收了税单人不合理的，我不一定来市中抗议哦。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对市长吴伟霆上任以后，今年房屋税到底敢会冻起，一直成为市民关心的焦点。
对此，伫咧不动产评价委员会重新评定以后，日前已经确定明年开征的税率将会调降到58%。对此，财税局伫咧回应议员吕维英的质询当中，也来表示，重新调整以后，咱台南市房屋税标准是单价甲税率拢是6度上加价。房屋税起税建议虽然已经确定明年开征的税率将调降，而且是对今年7月1号开始适用。对此，议员刘维英为了让民众了解市府的努力，也回应民间反弹声音，将对征收的税率，也是房屋标准单价每平方公尺4270块，已经是6度上加，而且调整以后税率幅度58%，嘛是6度上加。上午透过财税局的工作报告，要求市府讲得清楚。那是不是再请这个局长再说明一次？我们目前呢，过去有很多这个民间的声音，或很多我们这个议会的同仁一直在说我们的这个房屋税的这个征收的税率是6都里面比较高的那调整之后呢，在台南市调整了以后，4层楼的大概是4270块的标准单价，每平方公尺4270块。那这个东西还会再换算平，然后再换算税率，才会是税额。所以4000多不是税额，是那个标准单价。标准单价。好，那相对于台北市的话，同样这样的标准是9350，新北市是4860，高雄市是5430。桃园市是4320，台中市是4320，我们只有4270，所以我们是6都里面最低的嘛，没有错嘛。所以之前我有听说我们的这个房屋标准单价是6都里面算高的，所以不是这么一回事。是啊，所以是最低的，6都里面最低的嘛。已经是最低。那税率呢？房屋税的税率呢？房屋税的税率是因为房屋税条例规定它是中央的法定税率，所以我们在地方政府是没办法就税率来定定。上午在税局伫议会工作报告，民进党籍议员纷纷肯定市府已经尽上大努力，而国民党籍议员面对选民的质疑，依然抱着不满情绪，嘛有局长避顺的心情，参详细三温暖。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在日本嘉贺所举办的机器人大赛，台南市的代表队已经连续4档得到真好的成绩。今年33个奖牌当中，咱下下22名，超过半数的优秀成绩。对此，伫咧1号上午，市长黄伟哲特别接见这寡得奖的学生，感谢因为台南争取公赢。伫美国已经有10几年历史的 RoboRef 机器人比赛，是由学生以着团队的方式参加，使用电脑写程式来控制机器人，完成任务的比赛。这几年伫日本举办的赛事，台南市的代表队拢得到真好的成绩，今年的成绩嘛更加优秀。伫33名的奖牌当中，咱摕下22名。对此，1号上午，市长黄伟哲嘛特别接见这个得奖学生，并颁发奖状，并感谢因的努力。市长嘛承诺，未来将会增加相关的经费。虽然我们的财政不是很宽裕，但是我们将来在未来也将是宽列经费，对于一些科技人才的培育。因为今天都是这个机器人。所以说是扎根了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蹲马步的功夫。未来在 AI、在机器人、在无人机上面，我们都有这个会有一些重点式的补助。那当然，靠政府一己之力毕竟有限，我们有广邀企业界来提供奖学金或提供资助。这部分我们政府携手民间一起来，大家把我们的科技人才、科技教育来培养好。这点我觉得其实是未来我们要做的，所以除了表扬这个颁奖之外，最重要的是如何再扎根。已经连续参加比赛3年的江宇俊，今年嘛得到第1名的好成绩。对伊来讲，比赛的成绩不是重点，在过程当中学习到的经验才是上重要的。我觉得在过程中也学到很多。那我的爸爸就是他给我灌输的概念就是他不希望我就是要一直要得名，但他要求就是他希望我就是要从中学习到那个经验，就是不一定要求那个名次，那名次只是就是看看自己的实力到哪里而已。但是我也是不负众望，就是有成绩也是还不错，那我也很高兴。
每次去都有还不错的成绩。那我们在从我第一次刚开始，因为从我第一次到日本也是我第一次的机器人比赛。那从第一次刚开始到现在，我觉得过程中学到很多，然后也是自己就是变得有比较厉害。但是未来我觉得国中我还是可以再学更多。这届比赛得奖的学校大部分拢是安南区的学校，这也会使看到因伫机器人教育顶面付出了真侪的努力，同时嘛展示了台南市机器人教育的成果。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为着要庆祝天上圣庙1060周年的圣诞，全台四殿大天后宫31号依照着惯例举办着春节妈祖大典。会中由中华传统宗教总会总会长、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台南市长黄伟哲担任雅献礼的正献官。大天后宫主委曾吉莲甲有宫庙代表企业界代表等等担任陪祭官。准定依照着鼓励来进行祀典。在台湾的妈祖庙当中，全台祀典大天后宫是台湾第一座由官建官祀的妈祖庙，也是唯一列入官方春秋祭典的妈祖庙。3月31号春节大典，庙方邀请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以及台南市长黄伟哲担任雅献礼的正献官，为国家来祈福。一上香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二上香拜，祈求千年香火，万年永在；三上香拜，祈求疆土和平，地灵人杰。今仔日这个活动是阮这个例行的祭典，这个祭典呢叫做春节大天后宫。清朝时代有迄个春秋二祭，啊，今仔是延续古早迄个例来做春秋二祭。有春秋二祭，祀典的庙，干那孔子庙、关帝庙、甲妈祖庙啦，其他的神拢无。啊，所以啊，阮选择今仔日就是讲秋节阮也办，啊春节也办。古早有一句话：春秋二祭，啊冬祈夏报。有4项祭典。国历4月27号是天上圣母圣诞，祀典大天后宫规划一系列的祈福活动。为了这次的活动，庙方嘛特别制作一堆寿桃，让信众会当为妈祖祝福分福气。庙方欢迎善男信女前来参拜。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妇女联合会特别甲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合作，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伫咧正大册局举办科技美容的体验，伫现场来教导参与的妈妈美容的技巧，同时嘛有教家长要如何帮小朋友来化妆，增加着亲子之间的感情。透过报道，咱做伙来看卖。画面上会当看到相当侪人伫排队要参加体验活动，这是由妇女联合会以及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为爱水的妈妈所举办的。活动会当讲是相当丰富，有帮妈妈阿嬷装甲水水，伫现场体验科技美容，嘛有实际教因如何操作。另外，现场嘛有教家长如何帮小朋友化妆，伫过程中会当讲是相当的温馨。
戏区当中是针对我们妇女会，好，我们妇女会跟我们阿嬷呢，他们可以体验自己来做脸，那自己怎么来自己做脸呢？拿仪器、清粉刺，还有美白保湿导入，还有我们的听故事的部分呢，就小朋友可以听一些故事来了解说老师在讲什么故事，然后我们也有奖征答。那我们这次都是一个全部都是公益的一个活动哈。那我们梅医院这边公益活动。也举办了很多项，我们有奖赏。当然，这4项的活动当中，如果说我们的学生表现得很好，我们有前6名都有颁奖。那其他我们有一些赠品给小朋友，他们回去做一些纪念哈。不管你在外表里嘛，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充实一下你的内在啦。所以在里面也有包括很多的项目，也就是在这里面做个评分啦。这次活动会当讲是相当多元，不只互妇女朋友有一个难忘的体验，对着小朋友来讲嘛是相当趣味。主办单位表示，这次活动特别选择咧政大书局来办理，就是希望会当透过活动去引大小朋友做伙来到册店，享受独有的册旁时间。很高兴这次妇联会在我们政大书城在地的书店举办这个妇幼传香的活动，那同时也让很多人知道说，原来在以前的原点百货延平大楼这边，在地下室有一个在地的书店，叫做政大书城。主办单位希望借由活动，会当让大人或者是小朋友，拢会当感受到满满的欢喜气氛，同时嘛会当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更加亲密。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北区在地30外档的老饭店天下大饭店，长期以来拢积极投身公益。这届甲北区公所签约，正式成为灾害防护网络的一份子。未来当在地民众拄到火灾、风台、淹水等重大灾害时阵，将会提供北区的灾民短期免费安置，让因毋免烦恼要带伫对立的问题。天下饭店上午甲北区区公所正式签约。双方同意，当天然灾害发生的时阵，天下饭店会尽量安排会当安心住的所在，免费来为灾民服务。咱真感谢天下大饭店吼，咱这边有提供2人房，3间4人房有2间吼，要来收容到咱若拄好有发生紧急灾害的时阵吼，互咱的民众、受难的民众吼，会使有一个较舒适的空间来遮做一个避难的迄个动作。所以伫遮吼嘛，趁今仔这个机会嘛，感谢伫咱天下大饭店林董的吼，林汉清林董的热心的提供，嘛希望讲透过今仔日的签约活动吼，咱会当有搁较侪愿意要来投入这个社会公益的企业也好，咱的迄个饭店的经营者也好，拢会使来踊跃来提供到，互咱北区吼伫灾难的时阵，会使有一个空间，有一个较舒适的空间来做一个避难。天下饭店过去也曾经提供火灾受灾户免费安置的大型服务，这届甲北区区公所正式签约，也将会大大强化这个所在区域防护网络的力量。那像之前中西区有一个算是住户，那他们家刚好也是有发生火灾。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就是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义不容辞，我们就帮他安排了一个房间，让他住了2、3个晚上，让他可以先好好的先处理他自己的私事，不用去担心说他晚上还要住在哪里这样子。好，那之后呢，其实像这一类的事情的话，其实天下大饭店一向都有在做。那感谢区长这一次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我们正式跟北区，然后达成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之后呢，就是如果说地方上如果我们的里民啊，所有的社区的民众如果有需要，我们也会尽量的提供我们所有的服务。这届天下饭店不只提供双人房，也有适合整个家庭的4人房，会当紧急避难使用，非常搭近受灾民众的需求。北区区公所也欢迎较侪在地饭店会当共享盛举。共同来营造出一个安全的灾害防护网络。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现在教育除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以外，也愈来愈需要电脑相关的设备。台南在地科技公司热心公益，在了解大同国小特教班有电脑需求以后，就主动捐赠3台电脑甲相关的器材。1号上午来举办着捐赠仪式，现场热烈又个温馨。位伫东区的大同国小，校内特教班伫老师甲校方的努力之下，成为侪家长的选择之一。但是伫上课当中，更加需要电脑等相关的电子产品。台南在地科技公司庆鸿科技伫了解校方的需求了后，
在总经理的带领之下，特别关整了3台电脑甲相关的设备。1号上午，校方特别举办一场简单但是隆重的关证仪式，让小朋友对业者表达因的感谢。训的设备包括声音或是这个视觉上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李总他代表员工一起来见证这些电脑，我们就放在学校他们特教班的教室，让孩子去使用，老师也可以做教学。孩子也当去使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一个好的一个活动今天很荣幸的也有机会呢，代表我们所有庆隆科技所有的员工呢，来到此做一个小小的捐赠。那这个捐赠是因为现在的数位化需要比较新的东西，那我相信有这些特教老师在带领，有一些新的数位的科技，也可以也别于说过去的用传统的方式。让这些特教班的孩子呢，或许会激发他的另外一种的学习能力，或另外一种的喜好。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因为现在的数位加上未来的 AI， 那这些东西呢，应该会帮助人的生活呢，还有这些学习的品质会更好。关证仪式后，校长嘛带领庆丰科技的总经理甲员工来到特教班看因的环境甲上课的状况。庆丰科技长时间关心社会公益，除了帮助台东国小以外，也是有持续帮助其他的学校，就是希望会使抛砖引玉，让社会上更加侪单位做伙来关心教育。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19度至25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4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